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国情啊，我知啦。北部广播界名主持人阿国岩，名甲你同一个讲对，结果我咧去呢，又搁咧有效甲面。我讲讲兄，当你是有搁倒位顶担？昨昏我就互阮某骂呢，骂啊哪？我就甲讲一人带一破，吼，即句成语，台湾民间流传的俗语话，是倒一破。啊，就吼一个朋友来小找，去互阮某认着啦。迄较早吼，专门咧招我跋筊的，啊，你是毋是手搁咧拗啊？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啊，若真正朋友有卡，我就甲阮某讲一人带一破。朋友讲来到遮，你就知啊，一人带一破，就是讲一个人有一项欠点。当然，咱伫社会咧行即句话，往往是咧解说讲原谅我啦，体会理解啦，莫甲我伤计较啦。我吼就敢若享薰味的啦，我就敢若享烧酒啦，我吼就敢若爱跋筊，安尼后做一人带一破啦。我就赶紧甲打，我讲兄，你毋好讲即落话，你着爱想，你安尼家庭建立甲遮尔幸福，两个囡仔对红幼捏甲紧，你敢若为着要跋筊，为着惊对过去的歹习惯去，万不利。若真正有讲拍无落，你后悔都袂赴咯。有讲拍无落，即话呐描写讲做人做事的俗语，搁种巧谈者甲你做对比。有讲拍无落，解说就是讲前功尽弃。过去所有你辛辛苦苦付出的，因为你一人带一破，你行对歹路去啊，车离子散啊，造成讲过去的功劳放水流，安尼叫做有讲拍无落。搁种继续甲我讲遐囥。讲唔好，气去讲说啊，甲你当唔好想安尼，你着爱想呢。想讲你即摆嘛当一个广播界名主持人呢，真侪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咧甲你拥护。人俗语话敢无一句讲人在内，命在外，名声着爱顾好、顾芳开要紧呢。人在内，命在外，就是讲咱的名声，骹步行了比咱搁较紧啦。咱是一个人踩踮厝内，毋过外口面。人世界拢咧甲咱风评，咱做好做歹，众人拢咧看啦。所以我甲阿公兄安尼囥落尔，伊才安尼反悔讲对啦有影啦。我毋通看到迄个古早的朋友伫咧招，我就安尼目睭插呢，讲想要去交边安尼扫，毋通决心甲阮某回室咧盖起来，较有影。